即马要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撒母耳记上26章第1到12节。撒母耳记上26章第1到第12节，我用中文现代中文译本来共读。有人为西弗到基比亚来见扫罗，向伊报告大卫灭伫犹大旷野边的哈吉列山。扫罗马上带以色列的3000精兵到西弗旷野敲找大卫。因伫哈吉列山路边扎营，大卫也伫旷野。当伊知影扫罗已经带军队来到的时阵，伊派侦探出去侦察，证实扫罗果然到了。大卫马上起身，找到扫罗甲伊的元帅尼尼的囝押尼尼困的所在。扫罗困伫军营内，伊的部队伫伊的周围扎营。大卫问合人阿希米勒甲塞罗亚的囝约押的兄弟阿必斯，恁两人是谁愿意甲我到扫罗的营去呢？阿必斯讲：我愿意。迄一暝，大卫甲阿必斯进入扫罗的营，发现扫罗困伫营的中间，伊的枪插伫头壳边仔的地上。阿尼尼甲军队围着伊咧困。阿必斯对大卫讲：今日暗时，上帝甲你的敌人交伫你的手中。现在，互我用伊家己的枪插伊，只要一个就使甲伊插伫地上，毋免插两个。但是大卫讲：恁毋通伤害伊，谁人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，上主一定处罚伊。大卫阁讲：我记着永生上主咒詛，我知影上主家己会杀扫罗，伫该死的时阵死去，还是死伫战场。上主毋准我伤害伊所选立的王，咱摕伊的枪甲水罐走吧。因为安尼，大卫为扫罗的头壳边摕走伊的枪甲水罐，然后甲阿必斯离开了。无人看见，也无人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连一个醒的人也无，因拢咧困，因为上主互因困当眠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。今日题目书要互咱的信息是扫罗甲大卫，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会当到伫伊的面前来领受伊的恩典，甲伊的话语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愿感谢你，你互阮会当诚侪你的囝儿，阮会当好胆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来敬拜你，阮来求讨领受你的福气甲恩典。当阮也要来对你的话语，互阮来得到提醒，得到帮助。求你开阮的目睭，会当看见你话语中的奥妙；求你也开阮的耳孔，会当听见你所要对阮讲的话；也开阮的心，互阮会当搁较侪来挖掘你，来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教会的读经表已经读到伫撒母耳记上卷。这是接伫士师记甲路得记的后面。当咱在读士师记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注意到内面常常出现一句话，就是伫遐在讲，迄时阵以色列人因无有王，逐人照家己的意思在行做。到伫撒母耳的时阵，咱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因伫遐要求因爱有家己的国王。咱读这本册叫做《撒母耳记》，是因为一开始是讲到撒母耳的故事。事实上，伫撒母耳伊的身上
也有三个真重要的身份，就是士师，过来就是祭司，过来就是先知。也虽然伊毋是国王，总是伫伊的手中有前后有用油来抹两个国王，就是扫罗甲大卫。所以咱看到撒母耳伊伫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也有真重要袂当互人来忽略的地位。所以，若伫即个关系到以色列人，因要对士师时代要到伫王国时代这段真重要的历史，就叫做撒母耳记。咱咧讲，以色列人因要求爱有家己的国王，上帝伊就叫撒母耳来竞选扫罗，成做头一任以色列的国王。扫罗伊一开始确实会当来满足人民因的期待，所以伊就带兵去烧战，也确实也有打败敌人，也得到几啊遍的胜利。总是当扫罗伊开始伫遐咧显露出对上帝无啥顺服的时阵，上帝就后悔，佮表示伊也无要佮再互扫罗来做国王。就安尼，撒母耳伊就佮去找着大卫，甲抹油，要选伊来做国王。不过咱知，即个时阵扫罗已经做国王，若是扫罗知影讲，即个大卫煞接要来取代伊家己，要成做国王，咱知扫罗伊会怎样呢？就是像咱所讲，一山不容二虎。扫罗当然伊想办法，就要将即个大卫来除掉。事实上，扫罗甲大卫因两个人有侪共同的所在。大先因的出身拢是真平常。咱看扫罗伊是便雅悯支派的家庭。当扫罗伫撒母耳记底下，伊头一遍出现的时，伊是咧创啥？伊是咧替伊的老爸咧找迄个驴仔，迄个驴仔已经放无去。若是大卫呢，伊是咧替伊的老爸来顾羊。伊嘛是一位牧者，所以这就是因的出身，因的家庭。过来，因两个拢是战士，就是会当去烧战的勇士。因嘛替以色列人有立侪战争的功劳。事实上，咱看扫罗伊带兵去烧战，拢是拍赢，只有伫最后一遍，伊是拍输那点。总是若是比较一下。咱对伫大卫可能就较熟悉，咱嘛可能嘛较意爱大卫。至少咱拢知影，大卫迄个故事，伊头一遍去烧战，就是拍赢即个大汉人歌利亚。虽然伊是一个敢若青少年，还佫无资格去做兵，伊的哥哥已经会当去做兵，但是伊伫遐就会当来拍赢敌人。然后立一个真大的功劳。大卫伊也是诗人，咱拢知诗篇23篇，咱嘛真熟悉的即个真意爱的诗篇，就是大卫所做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大卫的名的意思是啥物呢？就是亲爱的，亲爱的意思。所以咱看大卫，无论对啥物款的角度，拢是互人安尼真会当。想要注意甲欣赏的焦点，卖当互人对伊心存较好的感觉，这就是大卫甲扫罗所无共款。事实上，扫罗伊嘛真重要，伊是以色列头一任的国王。伫以色列迄个面对侪敌人在攻打的时阵，伊互以色列人有一个领导的中心，真重要。事实上，咱看扫罗，伊嘛捌欣赏大卫，敢毋是咧？扫罗也靠着大卫，有几啊摆去拍赢遮个非利士人。大卫好亲像是非利士人的克星共款，这真趣味。然后，当扫罗伊去互即个邪灵来教教的时阵，伊嘛有爱靠大卫
伫遐来替伊弹琴，通过音乐，互伊的心灵会当得到好势，得到快活。扫罗伊也将伊家己的查某囝一个嫁互大卫来做某，所以大卫嘛算伊的囝婿，所以因两家也有即个亲家的关系。咱嘛会想，今仔日若是扫罗，伊会当接受上帝的安排，就顺服上帝，然后接纳即个大卫，会当来续接伊做国王，然后伊就退位，顺势将王位来让予大卫。安尼敢毋是真好？检测着袂有过来真侪遮的斗争，或者是咱看到扫罗伊的结局嘛袂遮尔悲惨。事实上，咱若是看撒母耳记对18章，一直到最后，拢是伫遐在记录扫罗甲大卫中间的恩怨情仇。因伫遐安怎闪避大卫有所在走，甲无所在去。大卫虽然是扫罗的囝婿，犹原无法度，互扫罗因为安尼就无要甲对杀，总是好佳哉。扫罗还佫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就是约拿单，伊会暗中来帮助大卫，嘛因为安尼，互大卫会当感觉心内感觉较好势，也是讲知影扫罗要甲对杀，互伊有机会会当来逃走。咱看扫罗对杀大卫，互大卫非常的艰苦。大卫有厝走甲无厝，有所在走甲无所在。伊去祭司遐嘛，害祭司去互扫罗杀死，实在是真可怜。事实上，扫罗甲大卫，因拢是迄个时阵的英雄豪杰，总是因的命运、因的结局是非常的无共款。咱咧读撒母耳记，咱咧看扫罗，咱会发现伊有侪的缺点。亲像伊的即种程度的自卑，因为便雅悯，咱若读士师记就知，便雅悯差一丝仔就互人灭族。伊的家庭，伊嘛感觉伊的家庭毋是真大的家庭，真互人安尼真知影，真出名的家庭。扫罗伊嘛无安全感，过来扫罗伊可能嘛无有真大的信心。因为要竞选伊做王的时，伊阁无啥爱做王。扫罗的个性嘛有缺点，亲像伊真容易就冲动，真容易就生气，袂堪得人家激。伊嘛无有啥物耐心，阁会怨妒，亲像咱知当遮的妇女咧讲，扫罗杀死千千人，大卫杀死万万人。伊就真怨妒，咱可能会真直接的认为讲，这就是扫罗伊失败的原因。事实上，咱看大卫伊嘛有真侪缺点，敢毋是？只是这缺点，无遐尔早就表现出来。咱看大卫伫伊的生命中间，也犯侪的错误，佮这错误也拢是伊做王了后，伊有迄个权了后。伊就走出来，佮遮错误，亲像即个伊甲拔示巴的代志，亲像伊的囝要做王，亲像后来伊咧算人民得到瘟疫，遮错误拢造成伊周围的人真大的伤害，国家真大的伤害。不过虽然是安尼，咱看圣经有言讲，大卫是下上帝心意的人，当然，圣经会安尼描写有特别的意思。不过，伫遮咱嘛要想，那安尼到底是啥物原因来造成扫罗的失败，或者是大卫和上帝恶恼即款的无共款的结果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因所注重的对象无共款。因所注重的对象无共款，这要安怎讲呢？伫咱的生活顶面，咱会拄到一寡人，是咱爱真细致、真认真
的对象。举例来讲，头家就是咱爱真细致去服侍，然后去认真来对伊好的人。若是敌人，就是咱爱真细致来去提防、认真去对付的人。一个是头家，一个是敌人。不过，大先咱爱知影，什么人是咱家己的头家，什么人是你的头家。咱若有工作经验的人，你就会知，找你入来这个公司，佮付薪水予你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头家。今仔日你若是让得到头家的赏识、的欣赏，那呢，你伫这个公司，你就会当坐甲真栽，无人会当甲你安怎？当然。今仔日你若是即个大头家的亲情，甚至厝内的人，安尼你搁较好势，你得到的待遇一定是无共款。不过今仔日若是即个公司有几啊个董事，也是讲几啊个头家，安尼你要安怎？咱伫即个职场顶面，或者是伫迄个政治上、伫官场顶面，咱爱知吼。你有对着人，这真重要，真现实。今仔日你若是对着人，安尼你就放心，吼！你要升官，你要加薪，吼！你一定是真紧，吼，亲像坐直升机共款，人拢接你袂着。但是你若是对毋着人，真歹势，吼，无你的份。你就算你功夫搁较好，你学识搁较悬。就是无有互你发挥的机会。对伫扫罗来讲，虽然今仔日是上帝互伊做王，安尼什么人是头家？上帝吼，咱拢比扫罗较清楚吼，真可惜。伫扫罗来看，上帝毋是伊的头家，什么人是伊的头家？人民，人民是伊的头家。当然，伫咱即马民主的时代，人民是头家无毋对。不过，咱爱知。今仔日就算是总统是头人，是虾米人互你即个机会？虾米人互你即个权？有权是出伫上帝。所以咱看到扫罗伊头一遍，伊要去甲非利士人相战的时阵，伊要相战之前爱献祭。虾米人爱献祭？撒母耳，撒母耳是祭司，但是真奇怪，伫遐咧等啊等，撒母耳就是无来。偏偏即个时阵，人民嘛开始不耐烦，开始着惊，所以人民就开始开始选啊，吼！扫罗发现周围的人愈来愈少，当要安怎？伊嘛着惊，所以咧，伊就家己大主大意献祭。偏偏献祭了，撒母耳才来。即个时阵，撒母耳就甲伊责备。咱看。13章14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讲：“总是现在你的王朝袂久长，因为你无听上帝的话。上帝要找下伊心意的人，互伊做伊子民百姓的统治者。咱可能会感觉真严重，无毋对，就是遮尔严重。因为安怎？对细项就会当知影大项的代志，对一开始就会当知影结果，因为上帝知。”扫罗伊的心，无将伊做头家，是将人民做头家，因为伊看人民搁较重，无将上帝当作伊的头家。咱看大卫，大卫伊搁无共款，伊毋是干那伫言语顶面拢会讲到上帝，搁伫行为表现对上帝的尊敬甲顺服。咱看大卫伫遐咧审美扫罗追杀的过程的中间。伊圣经就记载有2届机会，伊会当杀死扫罗。头一届是记载第24章，扫罗就听讲，保罗伫什么所在，伊就带兵要去追杀大卫。伊就腹肚疼，腹肚疼要变数，伊就伫野外，伊就找着一个山洞，走入去，要去变数。偏偏迄个山洞拄啊好大卫。甲伊的部下嘛密伫遐内底，即个时阵当然，扫罗阁无有封闭，因为伊咧变数，所以
因若要甲伊刣死，是真容易，这是头一解。第二解，就是咱拄则所读到的26章。扫罗有缘是听到大卫伫啥物所在，就带3000个精兵。你看，遮尔大个阵仗要去找大卫敢若要烧钱共款。结果呢，因暗时要休困，伊困伫军营内底。咱看伊个部下嘛困当眠，结果圣经讲，这拢是上帝意思，要将扫罗交伫大卫的手中。只是扫罗伊家己毋知影。咱看伫即两个机会中间，大卫的部下拢想要甲扫罗刣死。当然，安尼所有代志就解决啦，敢毋是咧？因嘛毋免搁再四界伫遐咧闪避扫罗的追杀，总是大卫伊就是毋肯。伊讲：你毋通伤害伊，啥物人伤害上帝所选立的王，上帝一定甲处罚。伊知影上帝是伊的头家，虽然扫罗无好，总是上帝有缘选立伊做王。扫罗伊做毋着代志，上帝有伊家己的管教的方式，所以人嘛袂当代替上帝来出手。伊知影遮的一切拢是出自上帝。伫这项代志，大卫伊通过考验，因为伊知上帝是伊的头家。当一个人伊会当确认啥物人是家己的头家了后，过来就是爱确认啥物人是伊的敌人。今仔日若是无有对着头家，结果是失意、失业，当然你会当搁找另外一个头家。今仔日你若是认毋着敌人，结果就是造成严重的损失，甚至是灾难。大卫伊有机会刣死扫罗，总是伊无伫遐来出手，伊嘛无互伊的部下来出手。伊知影伊的敌人毋是扫罗，反倒等是扫罗将大卫当作是敌人。事实上，咱用结果来看，扫罗的敌人是啥物人？是非利士人。因为最后伊是死伫非利士人的手，或者是因为非利士人来死。咱看，就是因为扫罗将大卫当作敌人，嘛促成伊家己的灭亡，敢毋是？咱会当察理，今仔日若毋是因为扫罗伫遐咪咪要追杀大卫，伊也差不多将伊所有的气力拢用伫对付大卫，至到伊对非利士人就无有啥物款的战争的准备。然后当伊面对非利士人要烧战的时，伊嘛失去大卫这个真重要的勇士。因为大卫是非利士人的客星啊，若是有大卫伫遐，一定是拍赢非利士人。甚至伫某种程度，这个扫罗嘛为着大卫失去一寡人的心，敢毋是？因为嘛有人在军队大卫。所以咱看到，就是因为扫罗安尼要追杀大卫，将大卫当作敌人，所以当伊真正要甲非利士人战争的时，最后就失败就灭亡。因为伊将大卫当作敌人，伊无看到真正的敌人是遮的非利士人。伫遮互咱一个提醒，咱着认清楚、认好。真正的敌人伫倒位？咱毋通将咱的战友当作是敌人。伫咱生命中间，咱爱拄着遮个人，检查因会互咱艰苦心，互咱的日子敢若无啥好过。总是咱爱知，因毋是咱的敌人。举例来讲，厝内的人就是安尼。咱生活伫同一个家庭的内底，检查咱会因为一寡生活顶面的代志，伫遐有摩擦、有冲突，总是咱爱记住，厝内人毋是敌人，所以咱毋通用迄款对付敌人的方式，或者是敢若对付冤仇人的态度，伫遐伫互相对待。检查有时阵，咱看厝内人。因的习惯甲咱无共款，或者是因的做法，咱看袂做。
总是因毋是咱的德行。检查咱伫生活咧拍拼，咱有一寡抱负，或者是咱有一寡对现实的不满，总是咱嘛毋通将厝内人当作是咱要车拼的对象，这真重要。过来，咱咧对待厝内人的时阵，咱嘛爱细致，毋通因为厝内人逐个拢真熟、真凊彩，所以就伤过超过去。咱爱互相体谅、互相尊重，嘛毋通亲像咱有时会听到一句话，希望毋是咱讲的，拢是为着你好，我这样子说也是为你好，安尼做嘛是要为你好。事实上，当人还未领受到咱的疼的时阵，可能就先受到伤害。佮因为真熟悉，佮真近。咱无细致就去甲扑着，去甲伤着。当然，厝内人毋是安尼讲散就散，拍袂散，总是咱爱知，嘛有可能伫互相伤害的时阵，咱的关系就愈来愈冷淡。一个家庭真正的敌人是啥物？就是遐个要破坏夫妻关系，要破坏亲子关系。才会试探，才会诱惑，互咱厝内人的关系变做冷淡无感觉，互咱的生活敢若有物质，无有感情，有生活无生命，才是真正的敌人。特别咱看现代的社会，咱要面对社会最的挑战，非常的严格，非常的现实，咱更较需要来互相。来彼此来鼓励，彼此珍惜，彼此安慰，咱才会当来抵挡敌人的破坏。嘛，求上帝，互咱有机会，互咱会当继续来修补咱彼此的关系。伫教会嘛是共款，咱讲教会就是上帝的家，咱拢伫一个属灵大的家庭的内底。来领受恩典，真可惜。咱伫教会嘛会看到侪侪人因为别人来受伤、来跋倒，特别是当咱有事工的时阵，在参与事工的人有无共款的意见，因为做法无共款嘛，想法无共款，结果煞变做意气用事，所以有人就出去，也是讲一个教会就搁出来，或者是。伫事工的中间，迄个真正负责事工的人，当然伊的责任较重，总是别人对伊的要求、批评搁较济，伊的伤害嘛搁较重。咱会想，伫教会敢毋是拢是有信仰的人吗？敢毋是拢听主的人？敢毋是拢愿意服侍的人？咱却是因为事工伫无意中来互相成做敌人，真可惜。而且毋是讲，咱教会无需要事工，毋是，或者是讲事工无重要，毋是。教会有缘需要有事工，只是咱毋通将即个事工看对遮尔伟大。事实上，遮个事工真侪人拢会当做，甚至其他的宗教伊嘛会当做，甚至做比咱搁较好。总是咱袂当因为遮个事工来破坏信徒的关系，甚至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。事实上，教会并袂因为这事工来应光上帝，嘛袂因为这事工来互魔鬼来，就安尼就惊，就离开袂。反倒转，教会是因为咱合一，咱有彼此相听的见证，咱同心合意的兴旺上帝福音，来互上帝的名来得到阿乐，互魔鬼的计谋来失败。咱知教会真正的敌人是魔鬼。魔鬼破坏教会的方法，就是互信徒伫遐来相斗，互相攻击，伫教会受伤害，对信仰冷淡。所以咱爱细致，咱毋通来诚做魔鬼的助手。咱们着爱为着咱捌检查有意或者是无意，来对其他兄弟姊妹来伤害、来认罪，求上帝赦免，
互咱的关系会当来恢复，互咱会当恢复咱起初迄个疼，以及对教会的热情。所以伫遮要邀请咱，请你对边仔的人讲，咱拢是一家人。你看伊的目睭对伊讲吼，你毋是敌人，是战友。结论来讲，咱对今仔日扫罗甲大卫的故事，咱看到，扫罗伊的失败，就是伊无将上帝当作是伊真正的头家，伊将人民当作是头家。过来，伊嘛将大卫当作是伊的敌人。事实上，伊真正的敌人是非利士人。若是大卫，就一直拢将上帝当作是伊的头家，伊嘛无将扫罗当作是伊的敌人。最后，愿上帝帮助咱时常为着咱的家庭、教会祈祷，互咱的个人、互咱教会顺服伫上帝的旨意，互咱知咱真正的头家就是上帝，互基督成做咱家庭的主、咱教会的头。互咱的家庭、咱的教会会当伫基督内面来合一，伫属灵的征战的顶面，会当来为主来征战，好的征战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疼痛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诚侪你的囝儿，伫你的家来领受你逐项的福气。总是当阮伫即个世间，阮伫拍拼的时阵，阮无意中，阮就失去阮起初的疼，阮嘛伫无意中的中间，阮将世间的追求看作是上重要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今仔日，你搁一遍提醒阮，主，你是阮所有幸福的源头。主，你也是阮性命的主。主，你也互阮会当伫家庭的中间来成长，伫教会伫遮，阮会当找到阮属灵的同伴，阮做阵。来伫即个世代，阮会当来面对遮个邪恶势力的攻击，也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疼的内面，阮得到激励，得到快乐，阮搁较会当来靠着你来得到胜利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基督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